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咧讲做代志，就爱照步来，照起工，也就是讲每一个阶段拢爱家做好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阶段的阶，读过爱阶第一条。阶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就是坎嘛，有人讲是杆嘛，也就是楼梯。较早有人讲是阴阶，嘛会当讲是上厅堂的路，或者是讲上悬架。有人讲是阶梯，因为阶有悬有低，有悬价卡。现代分化来讲，代表是社会中的地位、生活标准，或者是价值观念较小我的一群人，咱讲是某一个阶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读做阶段，代表是代志发生的顺序或者是段落。第二个词读做平阶，嘛人读做边阶，这毋是楼梯，意思就是讲基础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警察为了要抓这个违法的集团，已经伫现场固守一段时间，一直到伫要收尾的阶段，冲入边阶，甲一群人全部领起来，一个就走袂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阶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